继续正段消息，来看民众党的立委林国成，昨日的造势大会情绪激动，甲赖总统叫垃圾话叫滚下界。林国成第一时间道歉回失礼，讲真歹势，因为伊情绪失控，造成着失言，为社会带来着无好的示范。这个民进党是来发话，爱民众党的党主席黄国昌马上甲林国成来开除党籍。民众党的立委张启介是呛回去，讲民进党骂了愈严重。要甲赖清德讲，我咧。开喙就骂执政党，佮批评赖清德唔帮人，变门口经。民众党立委林国成垃圾话骂个看死。到即阵你唔帮人，我都唔知影你赖清德是咧做啥总统啦，所以爱佮甲赖清德讨一遍无？我咧。民众党反罢免的造势大会，林国成规度3讲真激动，也讲理了真歹听，就连徛伫边的家己人也听个真爱叫。刚刚林国成气质比较差，好，我气质好一点，好不好？黄珊珊当面甲林国成吐槽，讲伊较无气质，想要甲代志扫掉。林国成也伫证据摊烧了后，第一时间伫面册顶原来回失礼，强调家己情绪失控，才会失言做歹带头。我想，如果台湾民众党党主席黄国昌还自诩为台湾民主政治一个理性的参与者的话，这就应该要来严惩林国成。我也不是针对总统骂，也都不是啦，只是那种情绪啊，真的忍不下来。我也已经发脸书有道歉嘛。继当刚搁出来回失礼，民众党的立委张启凯是用炮灰搁上阵民进党。民进党，你们现在不要只有围剿林国成，你们回去想一想，爆粗口这件事情、骂人这件事情，民进党太多了吧？林国成公开道歉了。我们肯定，已经是没有几天了，大家都很激动、很激情了。老实讲，过头言论或者过头的一个行为都不好了。毕竟这摆是选情最后的关键，任何激动拢会牵动敏感的神经。Hello， 大家好，我是林依文。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